10分鐘穿戴甲 Get ready with me。今日分享下點樣喺屋企用10分鐘做維持3個星期嘅指甲。其實真係好上癮嘅，會忍唔住係咁買。今次咧要重行嘅係呢一款指甲。通常咧我就喺前一晚拆咗啲指甲，象徵式俾佢哋唞一晚。咁需要一支溶膠劑啦，同埋一支推皮棒嘅。得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其實咧，我好中意呢個款嘅。如果唔係琴日俾影印機夾到一隻指甲咧，應該可以留多1個星期。如果有多餘嘅膠水漬，可以輕輕磨走佢。第二朝瞓醒咧，處理死皮，再輕輕打磨甲面。呢兩個步驟直接決定咗指甲嘅持久度。如果黐得好嘅話，3到4個星期都冇問題，唔會勾到頭髮。然後用消毒紙巾清潔甲面。上甲片咧有幾個方法嘅，我就覺得膠水最簡單，唔使用腦又持久，同埋比較容易擦。將膠水咧均勻滴喺甲度，跟住放上甲片，撳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你睇下前後嘅分別，即刻告別肥短手。我覺得咧杏仁形狀咧係最顯修長。穿戴甲其實咧有好多款式選擇，重點咧成個甲面都超薄啊，唔會好厚重。咁拍片咧其實連 NG 位咧10分鐘左右，超級大推啊！